来看新台币的汇率连续2日拢一直起，今仔早起佮出现29.565块换1美金，嘛造成银行的网络大塞车。专家预测讲，这波台币起价有可能会起到28块换1美金哦，嘛严重去影响到出口产业。中银行伫下晡4点半要召开记者会，总裁杨金龙会亲身来说明。 美国关税战发挥后一步，恐惊转做汇率战。新台币汇率一直升，初五开盘就升悬一角，去到30块91。新台币为顶礼拜三4月30开始出现波动，收盘价为前一日的32块2角外提升到32块1分外。 劳动节过了后，5月初2搁较出现大的波动，收盘伫31块6分外，起码我1块，刷落来5月初5盘中一路提升到29块6角5。专家预测还未结束。当时川普在2018年上任的时候呢，台币的这个汇率呢，大概就在28左右。如果30块守不住的话，那短线来说呢，新台币呢仍然有一个升值幅度的空间。基本上，如果央行又没有挡的话，那其实速度就会很快。台币转强，捌出现29块，大批民众抢买俗的美金甲日票，造成几啊间银行的网银传出塞车的情形。连锁反应短期来继续影响市场。 专家推测，可能伫短期内就会出现2018年全部年内的台票汇率28块，刷落来6月份一批短期美债都要到期，为着压低美国债务的压力，无排除让美金变值。不过，这对于台湾的厂商出口是打击。它的出口竞争力会被削弱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会压缩它的毛利啦。所以说，这个比较对我们的这种经济体制比较不利。 学者提醒，因为即马台美谈判中，台湾搁伫美国的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中，央行爱真谨慎评估。根据了解，央行的要求，大型行库真可能暂缓接受美金的时间，甲旗下有投资海外需求的厂商，重早汇出投资资金。另外，中油等国营事业采买需求伫特定时间点进出，以多条款式采取3大措施。这么强的一个汇率呢，其实也会压缩到我们的出口动能。今天台股的表现很显然的就是说，对这种台币持续走强的不安。初五台股也大受影响，信心不足冲击，开盘了后一落盘，大盘捌上加20,331点，金融类股、国泰金、富邦金拢正做台票升值受灾户，早盘大幅超过5%，一日7大消息1500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